兄姐妹平安，周间信息题目：不可能的任务。圣经士师记6章11节到12节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，坐在亚比以谢族约阿斯的橡树下。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榨酒池那里打麦子，为了躲避米甸人。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，对他说：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神交托基甸一项不可能的任务，要将以色列人从米甸人手里拯救出来。基甸认为自己是至贫穷、至微小的人，他是家族中地位最低的人，而他的家族在玛拿西支派中是最贫穷的家族。但神告诉他，耶和华与你同在，你靠着神同在的能力，就可以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。基甸对神的同在不够有信心，也不确定是神亲自对他说话，差遣他，所以向神求证据。神也应允了他。为什么有些人比其他的人更能感觉到神的同在？因为有些人比其他人更重视神的同在。那些整天喜欢与神同在的人，能够清楚查验神对他们的话语，无论态度和行为、行动有什么看法，想到可能令神担忧，就让他们觉得非常难过。他们热切追求的就是神的同在，并致力于让神在一切的事上居首位。这种热情将这些信徒带入了超自然的生活中，一种经常有神荣耀的全能从他们身上彰显出来的生活。过与神同在的生活是需要学习的。灵修大师卢云心中可想与神同在，他的生命处在一个忙乱、困惑的阶段。他决定从耶鲁大学的教授职位暂时退下来，申请一段休息时间。他在一间习读会修道院待了7个月。他请那里的一位指导老师给他建议，怎样才可以在繁忙生活中孕育出更有深度的祷告生活。他说，每当他想要祷告，便会想起很多需要处理的事情。指导老师建议卢允定下一个他无论如何都会执行的祷告生活。早上上班前花1个小时，晚上睡觉前花半个小时。卢云决定采用一个更为实际的祷告习惯，每天花半小时祷告。一开始，他的思绪像没有经过驯服训练的野马一般到处乱窜。不过他没有放弃，他告诉自己，反正这半小时我就是要待在这里，不如就把待在这里的时间都当作是祷告吧。随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他感觉自己的灵逐渐安顿下来。他发现
也许人的祷告常常看起来没有什么用，可是当人保持祷告的习惯，假以时日，便会发现有美好事真的发生。这人可以越来越安息在神的同在中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你洞察我，你认识我，我的一举一动你都知道，从遥远地方你也晓得我的心思，我工作或休息你都看见，你知道我的所作所为，你前后左右环绕着我，你用你的能力庇护我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